一群少年人用音乐剧的方式，互大家看到老城市的新生命。咱叫伊叫做艋舺音乐家，是因为讲咱带大家去实在头家的时阵，就参像咱带朋友去音乐家的感觉。阮就是一间草仔店，时代转变了，即摆少年人根本无人要食这。好丁，这个叫好丁。理解银圣节去社造，帮助一些弱势团体，互社会知影讲有这个团体在做这款代志。这个少年人去看到另外一种的生活的方式。我们走到这个天场之后，9月晚天。因为青春，所以有梦。下礼拜三暗时10点，青春，咱的梦。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后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7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珠。一开始，咱先来关心风台，地教会风台李金马挖进咱台湾。气象局讲，今日有机会会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明仔后日是上挖台湾的时，拜四伫咧北部、宜兰、花莲要注意强风大雨，拜五落雨的范围会较大，西半部、东北部拢有大水雨。因应风台挖近，有个月为北部带来真侪雨量，石门水库下晡调节成放水来增加水库防洪空间。目前轻度风台日今嘛，当豆豆向西北西行，强度持续增强。气象局预估，风台会伫深夜了后加速挖台湾的时阵，规模有可能是中度风台。气象局上紧的伫拜三日时发布日今嘛风台海上警报。我们还是预估星期四、星期五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如果台风照这样的方向和速度来移动，我们还是会有可能是在明天的白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拜三开始，北部、东北部受到风台外围云系影响，就会开始落雨。拜四风台挖近，北部、东北部会有大雨。拜五西半部和东北部雨较大，其他各地嘛落雨。拜六风台开始离开，转吹西南风，西南部地区有缘会继续落雨。目前各国对日今嘛风台的预报有伫我向东边修正，但是无排除定调的可能。气象专家分析，虽然这个风台路径不是典型的西北台，但是风台中心在通过台湾北部的时阵，威力嘛是袂当无注意。台风的这个逆时针环流的这个旋转哦，它会把这个风雨从北边的海面直接引进来。那这个情况底下的话，北部这个地方还是会直接受到这个风雨的影响，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地形的屏障。那这种情况其实跟西北台还蛮类似的。拜三伫太平洋高压向西边延伸了后，会决定日今嘛风台和台湾离偌远。另外，伫关岛北边的热带低气压，下晡已经发展做今年第10号风台科罗莎。气象局预估，科罗莎未来会对日本过。记者综合报道。地教会风台日今嘛继续往西北行，挖进咱台湾东北部的近海。高纬款流今日会开始影响台湾北部、东部，雨会一阵一阵。沿海地区嘛要注意长影。咱先来看上新的云图。风台日今嘛，即马看起来已经伫咱台湾的门卡口啊。明仔后日2天拢爱特别注意。风台豆豆接近北部，所以咱的北部、宜兰、花莲风雨愈晚会愈明显。后日拜五才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严重的时。若今仔日各地天气，伫咧北部、东北部会出现短暂阵雨，愈晚雨会愈明显。若其他的所在，中南部、花东、外岛拢是多云到好天，过头了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新竹到彰化因为是闪方面会较热，高温有36度，其他的所在温度是32度到35度。
来关心天狗日，桃园出现头一例本土天狗日的病例，昨昏桃园市的卫生局甲环保局拢赶紧去喷药啊，嘛提醒乡亲一定爱顺看卖，水敢有变清气，不爱物件敢有变掉，安尼才袂生亡。防疫人员沿路除药啊消毒，专门扑杀白线斑网，地基沟啊到花骹，甚至讲一寡容器，每一个所在拢有放过。桃园市中立区出现今年头一例本土天狗热个案，切打早起，卫生局、环保局等等各单位拢出动防疫。大家都会担心啊，因为是首例啊。那现在怎么办？就防疫大作战啊！大家防疫做好来啊！那这水里面都要倒掉，什么放颠倒这样哦，里面没有办法哦，放有积水就不会产生那蚊虫在那里。今年以来，国内算的总共65例本土天狗热病例，高雄市有48例，台南市16例，搁再加上桃园市1例。初步调查，桃园新增加的个案，病毒的性别和台南、高雄并无相关，感染源各需要厘清。高雄主要的是埃及斑纹，那我们北部的主要的是白线斑纹。那白线斑纹大部分都是在户外的部分，尽量还是避免有这个水桶的一个情形，那避免来会有这个滋生源的一个生长。积水容器的话，你必须要把它处理好。私人土地的部分，现在一个一个去把这个地主找出来来配合。除了消毒菜园仔内面的布棚、积水容器、还有塑胶杯啊、饮料罐啊，嘛拢被变掉。卫生局强调，积水容器甲后生炭病网，嘛提醒民众伫落过后了后，应该加强巡、倒、清、滤，彻底清除天狗热的执行员。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伫昨昏嘛宣布，今年年底流感疫风险要延到11月15才会做，是有史以来上晚一摆。11月15会先针对国小到高中的学生囡仔、医疗人员先注射，第二批是12月初8开始，要注65岁以上的时段。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晚了1个月公布流感有风险选址，连带影响全球有风险生产，加强会时间。疾管署宣布，今年世界公费流感有风险，要到11月15号才会来做，是有史以来流感有风险上班族的一年。虽然我们在今年5月就已经提前了，完成这个采购，较去年还早了一点，但是目前我们经过这个厂商提供我们的时程，11月中旬到这个12月这个上旬的时候，大概只有90几万剂。疾管署表示，今年有风险供货量无法度提供给公费对象，全面来做，会采用分配方式。第一批是11月15号，由国小甲高中学生甲医护人员优先，65岁以上老大人甲学龄前幼儿，第12月8号开始，其他公费对象要等到明年1月。民众外界烦恼防疫伤过慢，专家表示，第一批对象锁定学生甲医护人员等高传播族群，是因为因有效阻断或者是延迟大规模传播，避免严重疫情。事实上，伫2009到2010年 H1N1 大流行时，也曾经做过。整个流感在社区里面的流行，就是学生之间互相传染，再传染给家人，家人再传给其他学校，再传给其他学生。要阻断或者是延迟流感高峰的出现的时候呢，以高传播族群为对象。而然后到11月中，来自有风险是不是出现防疫空窗？疾管署强调，流感有风险保护效果至少1年以上，而且除了做有风险，还有使用抗病毒的药物，为着要听靠隔离等防疫措施。另外，要常常洗手，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才能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加详情来看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中国最近唔拿暂停中国观光客来台湾自由行，嘛限制团客名额。假使测平均来算，中国观光客来5日4暝，因的开销甲所费，即嘛算的，咱台湾的观光业恐惊会减碳233亿。来看《联合报》。咱台湾囡仔有够熬，小马联名世界比赛，咱的青棒甲小棒拢拍赢，拢摕到冠军，嘛拢完成2连霸。继续来看《自由时报》，2年前宜兰耀华电子厂发生公安，造成4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
宜兰地检署起诉公司甲总经理10分判决出来也全拢无罪，这是引起被害者的家属怨叹。不过公司讲拢已经和解呀，所以无愿意加讲。同款也是嘛是无罪，这是去年劳工团体因为抗议劳基法修法愈修愈酷刑，去到铁基路抗议。北检认为，因伫咧火车速度放慢，无得驶的时才跳落去月台，无造成公共危险，所以无起诉这15个人。劳工团体穿着工盔甲跳入月台，尤其布条拄伫台北车站铁西路顶悬。这是2018年1月18号反对劳基法修恶的抗争。当时，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秘书长姚公祖、桃园市空服员职工会前秘书长林家伟等15人，被以公共危险罪上班经过1年半，代表地检署认定因是伫列车放慢速度停开的状况，才跳入月台，无造成公共危险。对15人做出无起诉处分。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先伫劳基法增订一例一休，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上任后2摆修改劳基法，有条件放松7休1等规定。劳团当时真反对第3读通过进程包围立法院，事后转去台北车站倒铁记录要求撤回修正案，得到无起诉处分。当事人表示，感谢检察官应理解劳工的弱势处境。我们知道采取这样子的方式会造成一些人的不便，但是我们也真的希望台湾劳工可以体谅，说我们真的是逼不得已才必须使用这样子高强度的方式来让社会理解说，其实这个劳基法修恶下去，其实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过劳危机。在误会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检察官方面对于劳工的弱势的理解。台湾诉讼第3摆倒铁记录抗争当时无实际做当受罚，不过劳团表示未来继续监督政府对7休2假责任制定放宽，改变劳资不平等的处境。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新北市有一间私立的幼儿园，昨昏中昼发生一个4岁囡仔伫幼儿园内底耍水，摔肚水，险险啊无气，赶紧送病院急救，即马也有危险。不过即马新北市的教育局初步调查现场老师无够，而且幼儿园耍水的池仔嘛是违建。救护车才紧急驶去新北市这间私立的幼儿园，要甲肚水的4岁查某囡仔送去病院来急救。学校第一时间是甲救护员讲，查某囡仔是耍水去砸到。代志发生伫初6早起，查某囡仔伫园区耍水发生意外，叫老师救起来了后，赶紧实施 CPR 急救。11点外到病院了后，虽然恢复心跳，不过同款是有性命危险。他有去我们带那个游泳圈，还有跟泳衣，然后我想说他是30几年的老学校了。所以我们才很放心，然后想说去配合学校。发生这件事情，我们非常的不愿意，也不希望。那后续的一些相关的侦查作业都在持续进行中。查某囡仔的妈妈讲到后更低，想袂到甲囡仔送幼儿园佚佗，才第3天就发生意外。其他家长知影消息了后，嘛赶来幼儿园甲囡仔接转去。不过查某囡仔悬100公分，相当雄雄伫水深60公分的游泳池来渡水。新北市教育局嘛有来勘查，初步了解，迄当阵有15个囡仔落去耍水，3个人伫岸顶，有2个老师伫边仔咧陪。不过其中1个老师半路离开，互师生的比例变做1比18，无符合中班2比15的规定，会罚3万块，而且唔能园方教护有疏忽，连这个渡水游泳池嘛有违建的状况。原竣工图说上面其实都是空地的一个状况，也就是户外游戏场都是没有任何构造物的一个状况。那但是现场看到它确实是有一个构造物把它围起来，那这个部分都涉及到一些增建的部分。园方甲当初是规划做户外游戏场的区域，煞家己偷偷改做游泳池。新北市公务局表示，民国98年进前就已经是违建，考虑到公共安全，会报请公安小组来拆除。记者综合报道。自去年9月份开始，咱国内游览车拢爱装 GPS， 方便公路总局来监控敢有超时、敢有超速。不过有一寡游览车司机因是认为讲，这嘛影响到因的运输，所以昨昏去交通部抗议。
超过60台游览车甲交通部规个围起来。业者补办交通部伫蝶浪会事件了后，游览车强制倒 GPS 的政策，即个倒伫驾驶头前仪表板内底 GPS， 互车行甲公路总局伫后台会当看到车敢有超速，或者是敢有去袂当行的路段，扣掉无你行的时间，赛车超过10点钟买警示。就装在说仪表板里面，它有监控了哪些东西，车速、进行路段等等的东西。包含说还有说影像，这些东西，那无形中也会造成了驾驶人心惶惶。搞不好今天我为了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会不会专心开车？绝对不会。驾驶除了不满去用干扰，嘛认为 GPS 有侦查，袂当用安尼来认定违规。希望讲主管机关停止这种方式伫后台监控。对这件代志，公路总局强调讲，全面到 GPS 了后，游览车驾驶超时工课减要8成，车速无正常减要6成。交通学者嘛认为，营业车到 GPS 是全世界拢伫做。我的了解是，欧美的包括日本，那基本上车辆的 GPS 已经变成一个标准配备。尤其现在极端气候，如果在我们台风、暴雨甚至地震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做及时的应变处理。学者建议，交通部会当针对驾驶发现的使用困扰，来改善 GPS 通报无正常了后的通知流程。下晡公路总局甲游览车发展协会等相关工会初步达成共识。GPS 上主要是予业者自主管理，执行的时阵应该避免干扰驾驶也是业者。针对游览车管理问题嘛，请工会协会提出意见来参考。今天既然有这个公示在，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开公听会以后，那应该程序还是会走下去。另外，针对游览车业者的诉求，会照客停车来成立合作社，避免即马乌白挖车行的状况。交通部是表示，过去有请相关单位来召开真济届会议，毋过拢无共识，会继续来收集大家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长苏贞昌昨透早去看苏花公路人水泵坑的工程，伊是讲苏花改全线会使提前到明年正月就通车，也毋过提早通车，即嘛引起外界在想讲，敢是为着拼选举？要测试苏花改工程内长泵坑的盐水系统，行政长苏贞昌到花莲人水泵坑视察甲慰问工程人员，搁压水漂一喷，泵坑浮邦邦一片，水量虽然大，毋过排水速度也真紧。基本上就是当发生火灾6分钟后，水雾一定会喷下来。这是苏花改工程最后一个泵坑，原本按算明年春节完工，即马赶在明年1月5号就应通车，是不是讲伊有台立赢选情？苏贞昌回应，就是要老百姓有感觉。如果人民因为这样高兴，而且得到利益、得到交通方便，更进一步肯定执政的政府，那么把票投给执政的政府。就非常感谢。苏花改一期工程为2021年动工分别为苏澳到东澳段、南澳到和平段、澳中到大清水段，无被规划路段因为一直发生石头连落甲崩落。花莲县长徐正伟向中央反馈，苏花改应该规段来施工。在完成了这3大段的隧道段以后，是不是中间的4段，无论是苏花改的2期或苏花改的延续？可以继续，大概明年中到底，我们整个可行性研究完成。那政策上这个是延续的，一定会来推动。苏贞昌提醒花莲县政府，苏花改目前已经完成92%，地方上应该赶紧完成公路动线、车站配置、苏花改救灾等需求，提出配套管理措施，期待明年1月5号通车后，将有效控制车流，甲保障人民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人口上济时阵有91万人，目前敢若剩82万人。县府为着要甲人城过来，是讲若是有刷户口到屏东，而且伫遐食头路，一个月会当补助5000块，一年补助600个人。结果三个月落来，申请的无够300个。食小车捌去高雄食头路，为着要照顾许多人，搁等于屏东。拄好屏东县政府今年推出好贴心政策，用一档来逐个月津贴5000块，无分业别，鼓励少年人去屏东食头路，互伊感觉住屏东真好。屏东在不管是消费上，或是一些物价水平上，都比其他北部县市都还要低一点。
屏东关进口自86年的91万多人，落到去年82万多人，已经减少1成。但是加工区也是农业生物园区，常常欠工找无人才。官府希望增加屏东劳动人口，但是推出3个月来600个名额，报名较无300个人。我们看到大宗都是在我们的发展的长照跟医疗产业当中占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部分，但事实上，我想我们有很多新兴的行业，加工出口区跟农科也是我们另外非常多我们年轻的朋友向往的一个地方。劳工处分析，申请成功的民众资本伫屏东食头路，嘛因为安尼刷户口的有221个人，对外县市搬来屏东找头路的有30个人，资本就是屏东人回乡就业的有43个人，显示受到政策吸引来到屏东的是最后的迄2项。实施是长期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那如果是短期像1年的话，对于要吸引很多人回来，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成效，但是不见得是长久的。含过去高雄市政府办理类似的移居津贴，上近2天就有200多人报名比较起来。劳工处表示，有可能真侪人也唔知影屏东欠工，会搁再放另条件，互无道路保的5人以下微型公司的员工买当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咱全台湾头一个为狗仔设立公园，伫去年底到今年初时有关3个月做修护的工程，也毋过即马新增加一个水池啊，是要互狗仔耍水，也毋过这个水池啊并无过滤的系统，对狗仔健康无好，甚至会造成死亡的风险，引起批评。真欢喜的跳入去银峰狗公园，因为7月才拄起好水池，烧热天气狗仔拄好会能耍水。因为我们家狗是很爱玩水，所以我觉得是不错。对我来说，那黄金猎犬它本身就是水狗，很喜欢玩水，所以像我糖宝来，它每次都来泡水。台北市的银峰狗公园是全台第一座狗仔公园，自然讲狗仔逐摆来到这，大部分的时间拢泡在水池内底，甚至喙焦会啉内底水。不过水池无设置过滤系统，内底除了分散狗虫尸体，落落的水嘛有主人真烦恼。在迎风跑完之后，就得回去帮它洗澡、吹水。每来一次，我们就得洗1次狗。下雨了之后，这个水会不会把它放掉？会不会重新再灌注？它有多少细菌？对狗狗有没有多大皮肤上的伤害？这不是一个好的设施。有网友伫面册发文，表示家己出来狗去耍水，结果过两天，腹肚敢若是生3个粒仔，引起网友讨论。回家隔天，他翻肚子睡觉的时候，发现他的肚皮就有3个地方有点溃烂掉。对，那我才发现说，原来是我昨天可能那个脏水那边没有擦干净，在它肚皮上可能就是有一些细菌感染。兽医表示，人饲的狗开伫无清的水中，喂到高端磷酸体，对人甲狗共通，上严重佫有生命危险。高端螺旋体的话，通常是狗狗本身有伤口，或者是黏膜有伤口，或者是喝进去的话，它严重的话会造成肝肾一些病变。然后人的话，摸到狗狗自己家里毛小孩的尿的话，不小心吃进去，也是会产生这些症状，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动保处统计，今年迎风每点钟有14个人入去公园，会设置水池，成为旧的已经拆除喷水设施，使用比例高，接受民众建议，才会增加水池。迎风狗运动公园在河滨地区，它是没有电源的，所以那边是没有办法设置说自动的喷水啊，或者是说可以过滤水的状况，所以那边的换水都是人工换水，就是水池清洗完之后，整个漏掉之后换新的自来水。动保处表示，因为水池开用了后，定情案件较大，较无杂件，会经历7月到9月，主人反映才做处理。目前新增加换水数量，未来无不排除增加水池的围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菲律宾天狗日的疫情愈来愈严重，今年各大已经有622个人死亡。昨昏因的政府是宣布讲，天狗日即马是全国的流行病。We have as part of our data is a 5,100 cases per week average yan. So kung i-multiply natin ito sa 52 weeks, posible umabot tayo ng mga 260,000 cases. And this is really staggering.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cord number. So that's why this is the compelling reason for why we are declaring a state of national dengue epidemic. 菲律宾按去年年中开始出现天狗日疫情，即马佫拄着雨季，佫较严重。
按今年1月份到7月份，即马有14万6千多人防卫着，比去年同期加1倍。其中有622个人已经死亡。菲律宾的政府顶个月才宣布天狗日要进入全国警戒，即马搁进一步宣布讲天狗日是全国的流行病，看起来代志愈来愈大条。法国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今年火烧规个乌有去，也毋过即马发现讲有一寡建材内底的烟火烧了后会造成金属污染，这问题真严重。环保团体呼吁政府应该把教堂附近拢总围起来。法国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伫今年4月份发生火灾，除了珍贵的厝顶甲尖塔去用烧掉，建材当中超过300吨的盐，嘛对营业四界杯，虽然营业已经无啊，因污染的问题却是无解决。On s'est rendu compte que de nombreux prélèvements faits par les pouvoirs publics en toute discrétion avaient révélé des teneurs très importantes en plomb sur la voirie, sur les trottoirs, dans les jardins publics. Et ces prélèvements n'ont été révélés que le 18 juillet, alors qu'ils ont été faits, à notre demande d'ailleurs, début mai jusqu'à la mi-juin. 盐算是重金属，人体若是长期吸收，可能会造成脑、肝、腰子，还佫有骨头损害，而且影响神经系统，还佫有消化系统。所以大巴黎区行政首长卡杜最近就决定要暂停圣母院的重建工程，来检查健康预防措施敢是有完备。巴黎市政府嘛宣布，要预防先甲圣母院边仔2间国校关起来，暂停校内活动。政府表示，因即马当地试验一项新的技术。We will install a sort of cling film all over the site, and after a few days it'll be retrieved, taking with it the lead that was on the structure. The objective is to have a full cleanup of the cathedral without any lead particles falling back on it, and to prevent lead from spreading in the air. 毋过环保团体批评这项补救已经伤慢啊，因呼吁针对限用的地点全面限制出入。Nous réclamons un confinement total du site, du chantier, parce que automatiquement l'activité sur ce chantier crée du réenvol des poussières de plomb. 目前来圣母院的旅客同款嘛是真济，有真侪人拢袂感觉讲会有危险。I heard there was lead poisoning, and that's why they're not really letting people get too close. But we're just passing, so hopefully we don't get contaminated. 目前巴黎市政府预计伫当地时间拜日来发表声明，公布因污染的上新资料。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沙特阿拉伯的兵权，即马搁进一步，是放令21岁以上的查某人，唔要搁经过男性监护人的同意，就当申请护照出国去佚佗，这是大大进步。了后，妇女团体想要搁继续争取自由结婚。沙烏地婦女去年開始有開車自由，今麥進一步取締公民權。沙國王室宣布規定，所有成年人都會當獨立申請護照甲出國旅遊。拍破過去女性出國申請護照攏受老爸、翁婿也其他男性監護人許可的限制。خارج المملكة عن سن 21 سنة كان يعني الحمد لله خبر ننتظره من أول، ولكن في الأول وفي الأخير الحمد لله تربيتنا ثقافتنا تمنعنا انه احنا نسافر اصلا بدون موافقه ولي امرنا وحتى ولو كان حق من حقوقنا. 这项新规定嘛，头一摆互妇女办理囝儿出世登记、结婚证明、离婚证明权利，嘛扩大保障女性的工作机会。所有民众拢有权利，无受到任何职场歧视。大部分的女性拢对这项新规定表示欢迎，嘛有男性认为，安尼当互女性有更侪自主甲创作空间。毋过部分长期有主导权男性也是会烦恼。أنا أشوفه إيجابي وفيه نوع من السلبي. إيجابي لو أن القرار اتخذ من فوق 30 سنة ما في أي إشكالية. لكن من 21 سنة تقريبا بعض الفتيات تعتبر مراهقة في السن هذا، إلى 25 تعتبر مراهقة. فلما تكون مراهقة زعلت من أمها في كلمة، زعلت من أبوها في كلمة. خذت شنطتها وطلعت بها على طول على المطار. ما حد يقدر يقول لها لا. 过去沙烏地向批評是女權沙漠，婦女向當作是立定公平。最近就爆發生幾路件，女性因為性別的不公平對待，走去別個國家尋求庇護的案例。沙國王儲穆罕默德為了改善國家形象，2016年提出經濟改革計劃，嘛討棒對女性限制。
即马小店的女性会当开车，会当甲男性到底去脚球场看比赛，会当一个人出国旅游。未来嘛有更加侪女性有家己头路，所以希望会当进一步有婚姻的自由。拍破结婚要有男性监护人同意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台英国的皇家空军喷火式战斗机，利用现代科技，可以会当个飞上天。车五对英国起飞，拍算世界一列，后个月卖来咱台湾。两位英国飞行员迈特·琼斯甲史蒂夫·布鲁克斯5号开着这架银色火焰展开世界飞行之旅。银色火焰原本是英国皇家空军一代传奇机种喷火式战斗机，过去曾经伫二战期间不列颠战役中，真侪摆挡着纳粹德国空军的攻击。To reintroduce it to the 30 countries we're going to, of which 26 of them saw the aeroplane fighting during the war. 这台喷火式战机原本已经涂鸦，不过经过14位专家用2年时间修好，将金属机身换光，保留1943年伫布罗米奇堡制造时的旧设置。两位飞行员进行环球飞行，要创造航空历史，也是为了纪念当年追求自由、反压迫的飞行员的牺牲。因将会飞43000公里，年底进行完成环球任务。In aviation, the finest aircraft ever built was undoubtedly the Spitfire. The shape of the wing, the shape of the plane, everywhere you stand, it is utterly beautiful. 喷火式战机是英国皇家空军1938年获下的大发动机战机，制造超过2万只。英国皇家空军到即马依然有现役喷火式战机，编制不列颠战役纪念飞行队，定期伫国家庆典基地开放顶场合进行表演。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台湾嘛，正受少年家假期的社群媒体 Instagram 最近是宣布讲，要伫日本等6个国家展开一种测试，就是讲将偌济人饲产这部分藏起来，因为有真侪人反映讲，饲产饲偌济，安尼会造成一寡少年家互相比拼，造成竞争，安尼不好。用图做主题 ，Instagram 是真侪少年人上爱使用的社群媒体之一。全球会员的数量超过10亿，不过这几年来，未少研究指出，这资本是要大家分享家己生活平台，颠倒是因为饲产的数量甲流言外济，互真侪人有心理的压力。为着要使用者会当自在表达家己 ，Instagram 最近宣布伫日本、澳洲、纽西兰、意大利、爱尔兰甲巴西6个国家展开甲饲产数量藏起来测验，不过使用者的反应却是差真多。C'est la première chose qu'on regarde. Après, on regarde les commentaires. I think likes are too impersonal, and I think that in terms of Instagram, it will help people to stay on Instagram longer if they have to comment instead of just like. 随上 Instagram 今年5月登入加拿大进行这项测验，那即马使用者该当伫家己页面看到家己文章得到的饲产数量，不过并无对外公开。甲饲产的数量藏起来，都要想要营造一个非竞争环境，嘛是观察到使用者心态转变。Instagram a décidé d'arrêter de faire figurer les likes autour de ses posts pour anticiper un phénomène qui court déjà sur d'autres réseaux sociaux, qui est l'idée que l'impact, la popularité sur un plan quantitatif a de moins en moins d'importance pour les membres des réseaux sociaux. 另外，为了保障少年族群的身心健康 ，Instagram 为今年1月开始封锁伤害家己行为影像。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台北市长郭文哲昨昏是创台湾民众党伊举行创党大会，伊是头一届的党主席，目标是要来改变政治文化。若郭台铭甲王金平拢有送花去祝福，这3个人敢会夹做伙，即嘛引起讨论。最好的选择。台湾民众党成立创党，台北市长郭文哲当选第1届党主席，签头一份公文。民间朋友送伊芳的艺术品，爱郭文哲继续伫全台湾汪汪汪。第1届用党主席的身份来致辞，郭文哲表示，政治爱甲良心找倒转来，嘛要让人民除了拿力以外，另外一个新的选择。扛起了改变政治文化的责任。现有的小党又受限于意识形态，变成了主流政党的侧翼。超越蓝绿，不是要消灭蓝绿，而是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社会共存共荣。郭文哲创党，王金平甲郭台铭拢有送花来甲伊恭喜。郭台铭的幕僚嘛出现伫创党大会，引起外界想讲，郭郭王3个人结盟，敢真正要成啊？
政治上本来就是朋友要多，敌人要少嘛，所以礼尚往来这也蛮正常的。郭董不选总统，最后一题就承担大任。我们就是做最好的准备。他觉得跟他们现在想要创这个党的理念很相同，所以他说我不妨可以过来看看。所以其实是我个人的这个身份过来。台湾民众党创立通过当中，对外要用务实的路线，确定台湾的主体性。温润党员有2种党籍无收党费，政党发起人蔡碧如嘛亲身去内政部送交创党党员名册申请书的文件，就等待审核。所以不排除提名的人有双重党籍吗？不排除。台湾民众党2020选举进程来成立，引起真外力也人数不满，走去创党大会外口抗议郭文哲利用蒋渭水。蒋渭水的这个高风亮节，比较柯文哲这种亲中媚共的这种恶劣行径吼，正经是天壤之别。不满郭文哲创党和力也分裂，台联党要求郭文哲要选总统进前，要先甲市长撕掉，而且佫想要冲入去会场内底去互警方阻挡，才无互意外冲突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来关心有风声讲，高雄市长韩国瑜要求市政府的公务员爱签袂使罢免伊的声明。韩国瑜讲，因为伊爱公务员行政中立，嘛强调讲，敢若只有禁止上班时间尔。趁初六早起市政会议，高雄市长韩国瑜颁奖予有功人员。面对台北市长郭文哲创设民众党，韩国瑜满满的祝福，希望伊会当和台湾的民主政治走向更加水的境界。如果柯 P 市长能够把他理念、成立政党的理念、理想阐述得更清楚，以及见机履机的去实践，对台湾民主政治发展一定会是一件好的事情。事实上，这3年多，有心人认真一点看，台湾民主政治真的倒退得一塌糊涂。韩国瑜希望更加侪优秀的政治人物投入台湾民主，过一段嘛对蔡政府开炮，爱蔡英文好好思考，为怎样首都市长郭文哲会讲出蔡政府身躯边的人拢贪污这么重的话，是不是伊能力确实有问题？首都市长指控总统旁边每一个人都贪污，这是何等的严重！一个总统不会用人，用的人全部是贪官污吏，这是多么的可怕！但是韩国瑜除了要选总统，嘛爱避免罢免危机。市府捞出一份7月29下晡伫秘书室办公室开会的会议记录，标题写讲，公务员维持行政中立宣导会议，爱府内公务人员签名同意，袂当罢免韩国瑜。下班时间、假日，他们自己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在执行公权力的时候，务必要遵守4个字：行政中立。市府解释，这项要求是为着要维持行政中立。依照选罢法，公务员本来就袂当是罢免第一阶段的提议人。但是这是倒一个局处召开的会议和详细内容，佫爱进一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面对台北市长郭文哲批评总统蔡英文因身躯边的人拢食钱，对此呢，总统蔡英文是回呛讲：我学别人，袂互家己变生气。伊认为政治人物讲话爱负证据，爱负责任。出席亚太国会议员联合会，总统蔡英文宣示汉阳民主和永续印太的决心。只是最近，和台北市长郭文哲批评身躯边的人拢贪污。蔡英文讲：我学别人袂互家己变生气。隔两天，郭文哲再去无回失礼，敢若认为是失言。蔡英文嘛提起政治人物的发言爱负责。有人说柯文哲市长身边人都贪污，没有拿出证据的话，我相信他也会非常不高兴的了哈。那我们政治人物啊，其实在做各种发言的时候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负责任，要有证据哈。8月7日是郭文哲的生日，台湾民众党嘛阻挡。蔡英文表示，符合法律规定拢核准，嘛希望郭文哲顺利，但是嘛提起莫用情绪来处理问题。说到来面对指控选战，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回国，2个人敢会见面，也是有可能带大配。蔡英文强调，民进党的团结唔免怀疑。我跟你讲，我们民进党的团结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有一个最佳的组合的出现。民进党即马嘛正在反力，组成空中保台大联盟。7日下晡，主席杜英泰和时代力量主席柯显智闭门会谈。因为柯显智表明支持总统蔡英文连任，被批评是看世面，伊嘛声明在合作进程爱先厘清价值。我方已提名的选区，而
就是说民进党没有提名的选区，或者是说民进党已经提名的选区，而我方没有提名的选区，就这个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协商过程之中暂不提名。柯显伫会后表示，两个人会谈气氛真好。民进党主席杜英台嘛伫面册表示，一寡政策优先顺序也是实践方法的差别，不应该是这场关键战役之下党和党之间合作的障碍。说到来，时代力量的政策诉求，包括基础正义、转型正义等等，当然送到民进党团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香港关送中示威继续在进行，昨晚有千外的民众因为不满警方去掠买雷射笔的大学生，半暝半走去包围警署，而且嘛掠走148人。初一半暝，真侪警察雄雄手提棍仔甲兵牌，伫深水埗清场，搁行向港街方向，无偌久就掠到一个人。这个男子虽姓名，伊是香港沙田区议员吴夏礼。因为民众不满，警方前日暗时又藏武器做理由，逮捕一个买雷射笔的香港浸会大学生。赵姓人前日暗时包围深水埗警署抗议，警方除了维护记者采访，更用强光照民众，强烈发生冲突。The nature of the demonstration has been changed from a peaceful demonstration to a brazen criminal act. So the nature of the demonstration has been changed. For these rioters, they go on streets and make damage to the properties and also put weapons and hide some explosive. This has largely impeded the livelihood of our Hong Kong residents. 前日透早，警方出动铁甲车将民众赶走。警方证实，这个冲突拢总掠到148人，上少年的到13岁，拢总发射800个催泪弹。暗过的政府无做出回应之前，民众的抗议行动也是未停止。记者综合报道。拜一的是香港发起全港大罢工，搁发生流血冲突。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伫10天内开2摆记者会，而且一摆是搁强调一国两制，嘛讲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香港反送中运动冲突不断，示威民众和警方相持，搁大概发生激烈的流血场面。香港事件一直未收煞。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头一届针对香港事务召开记者会，发言人发表3点声明，公开表态支持林郑月娥特区政府。中央政府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决支持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犯罪分子。杨光表示，无允准危害国家主权、挑战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权力，嘛无允准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一国两制3条底线未当去卡掉。香港民建联和民主党对北京表態，兩派意見拢無共款。光復香港等等咧，其實亦都係嚴重破壞一國兩制，亦都係出現咧一啲係推動港獨嘅理論。解放軍咧係可能係要通過基本法嘅規定咧係進入香港解決問題，但係咁樣做咧，亦都係會葬送咗一國兩制。面對中央政府和港府態度強硬，香港公務員拜五要佇中環舉行公僕專人與民同行集會。有香港政府新聞處主任發表聲明，強調講只有暴政無暴徒。另外，港鐵車長嘛計劃第30發起罷工的行動，網民嘛招要發起全港大塞車，癱瘓鐵路兩大交通網。為着要支持香港，佇咧台灣的香港人嘛全共成立香港變聲青年組織，並且布置安全帽啊，要轉送予反送中示威的民眾，號召全民做伙捍衛公義，佇咧台灣支持香港。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咱台灣的飲料店一方水果茶，佇咧香港的分店，因為支持香港人，所以拜一日是無做生意。飲果業者雖敢若受到壓力，隨個趕緊發出聲明，強調講因支持一國兩制，反對罷工，這是引起爭議，引起部分咱台灣的網友發起賣飲的行動。業者伫昨昏個趕緊發表聲明，講因敢若想要賣飲料，無想要牽涉政治。
当摕到这杯果子茶，人客就等袂赴水要啉。何况是使用在地食材，一方水果茶，强调是台湾在地品牌。不过这届却引起争议，因为有香港分店回应香港三大罢工行动，写休困的声明。不过落尾香港代理商的官方微博说发声明，表示维护一国两制，反对暴力罢工，引起香港、台湾网友的不满。他的老板应该要去想，就是他这样讲，在台湾一定没有混不下去，所以我觉得他自己承担这个后果。台湾怎么培养你的？对，尤其是我是在地丰原人，然后会觉得说你是怎么起来的？香港代理商的官方微博强调讲，这是香港临时工的人员家己做的行为，不符合品牌的立场。后尾佫解讲，伊无伫经营微博的口罩。微博的声明甲言论甲香港总代理无关系。不过抵制风声愈来愈大。台湾旗下品牌加盟主嘛讲有可能退出加盟，像讲彰化市大德店的旗下店。强调讲，就算讲是要食土，嘛无愿意失去自由。有这种就是爱台湾这种表现，所以就早上要特地来支持这样子一下。是怎么解除还是怎么样？是不可能继续，但是看怎么解除，这不会影响到我们。加盟的店头表示，若是台湾总公司无交代，会考虑退出加盟。一方是名列国际品牌官方网站，预计伫香港都有29间分店，另外还有乔治派克、咖比，还有真侪间特色的餐厅。事业版图唔但饮料，还有餐厅。总统蔡英文嘛对争议表示讲无认同。水果茶我们当然是希望天然的最好了哈，但是如果加了政治味就不好了。代志发生的第一时间，台湾真侪间分店都发声明，强调讲无认同香港代理商发出来的言论。总部的方面嘛伫下晡发声明，第一是强调讲真拍拼伫推销台湾水果茶，第二是遵守品牌无干涉政治的原则。针对这个事件引起大家关心，总部感觉真歹势，无讲到任何敏感的字，希望这场争议赶紧来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是800洪灾满10年日子，10年过去啊，咱即马做过来关心当初时受灾乡亲，即马好无？拍开市芳的生活一片一片检查，为了守护传统文化，屏东县布袋乡阿里部落青年曹二伫2年前登去山顶的厝经营林下经济。当我们这样迁村到永久屋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我们自己的土地不了解，也不好认识。800洪灾了后，阿里部落因为地层下陷，大部分的居民搬到山脚的永久厝，只有2户要住在山顶。伫高雄那马夏桃园顶地区，部落离灾还是真近，不过居民依然选择留伫原来住的所在。离开这个部落到都市，的话，那我们要重新开始。像我们这个年龄，又不是读过书的人，在都市你能怎么样活？高雄那马社区的马雅里，大部分居民选择留在当地。800洪灾了后，居民发现旧部落平台这是较安全的所在。近年来，居民的生活慢慢往避难平台过去。你看国小在这边，然后卫生所也在这边，分驻所也在这边，智力照顾所有100多户啊。目前上来的，据我所了解，应该有10来户了。伫原来部落顶悬营造避难平台，是目前高雄市南沙路、马雅、清河顶部落留伫山顶的居民共同的避灾方式。我想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对这块土地的一个感情呐。因为毕竟祖先在这边，从祖辈们到这边开垦这样子哦，所以我还是回到10年前讲，我们怎么跟这个地方去共存，这个才是我们这边留在山上的人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莫拉克已经过去10年啊，不过依然有真侪部落族人留伫故乡，继续建造或者是发展生态旅游，伫远离灾害或者是守护传统之间，部落居民走出一条甲土地共生的道路。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七夕情人节，有人会买花送爱人啊。也毋过今年玫瑰花哦，价销稳定是稳定，却无销。业者讲销路6月8成。伫情人节送玫瑰花是上拄好，台北市内湖花市真侪店家，拢甲真水又个大蕊玫瑰花放出来，不过煞是无吸引真侪人。买气是1年没有比1年好，对啊，就可能代替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然后景气也没有，确实没有很好，所以连带的影响那个买气。
对玫瑰花100，路灯个品种不同，介绍卖不同。甲去年同一时间比起来，玫瑰花去年100，大杯是109.7块，今年是127.1块，起伏差不多15%。产量供应甲介绍拢是稳定。按各所业者表示，买人减少8成。那销售量的话，比起2月14号那个西洋情人节的话，大概掉了50%，大概掉了5成。那如果比起往年的七夕来讲，大概掉了8成，因为景气的关系。景气影响买气，有期完即期，市府行销做无好，按个台北市花卉公司挑战买花，一直有在做宣传。几个巡购都有做一个花卉的一个展示，那我们展示内容是以当地的一个情人节的花卉玫瑰花为主，做一个推广。那其实我们本身也有在像是一些走入社区的花卉教学。情人节除了买花，产店嘛是愈来愈多，嘛好买花的人是逐年减少。为了结合创意行销，吸引消费者，是下一摆要继续面对考验。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七娘妈生，要拜七娘妈爱穿啥？其实每一项奖品拢有伊本身的意义。咱来看专业的拢安那拜。红旗旗的奖品摆甲桌顶满满是，原来这拢是要摕来拜拜的物件。旧历的7月初7，毋但是七夕情人节，嘛是咱台湾的七娘妈生。真侪所在还阁保存拜七娘妈的风俗。因会穿花、油饭、土豆、三星等等的物件来拜七娘妈，祈求七娘妈保庇众生平安顺遂。家家户户就会准备那个拜七娘妈跟床母的东西。那我们是一般拜的话，就是会基本的那个油饭、芋头、面线。那其他就是看各家是怎么准备。那这些东西有些会更讲究，会准备那个3牲生礼。不过因为身份无同，所以传的奖品嘛有争差。像讲厝里若是有要陪16岁的囡仔，7月时啊拜七娘妈的时，就要甲床母请出来同齐拜，拜托床母保庇囡仔熬大汉。七娘妈较大嘛，啊另外讲甲七娘妈讲者啊，囡仔嘛顺续讲请迄个床母来同齐来拜来响应，所以会多准备一碗，或是就是准备一份给七娘妈的东西。啊，若查某人拜七娘妈，就会遵守传统，准备胭脂水粉、水衫和花。互七娘妈通用这寡物件，装好水当当。选了那个比较喜气的那个颜色的那个纸张，自己剪出那个衣服的形状，然后会剪出7套。那7套就是烧给七娘妈，就是给她打扮漂漂亮亮的。传统风俗其实有真侪美感和故事藏伫内面。民众拜拜的时，除了求神佛保庇以外，嘛会当加了解其中的意义，互信仰文化会当继续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伫较早嘛有人伫今仔日替囡仔做16拜七娘妈当大人，囡仔爱按七娘妈顶下骹2过，伫金门就有一个老师傅传承做七娘妈顶的好功夫，希望把这个文化会当传落去。咱台湾的传统抓鼓功夫有影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这囡仔遐囡仔仔当认真伫咧鼓七娘顶，甲伊的爸爸妈妈做伙学其中的美感。因为刚好有看到这个活动，然后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以前都是跟妈妈那个拜拜的时候有看到这东西，然后因为现在好像小孩子比较没有接触，想说就是带他们一起来体验。专门做七娘顶的老师傅董成真伫咧现场传承伊的手艺，也替囡仔的作品顺头看尾。来教因讲了，对掉一项头先打，啊一项砍一项落，伊带砍落会手呀。旧历7月初7，也就是人讲的七娘妈生。伫咧这一天，厝内底若是有未成年的囡仔，这家长就拢会去找七娘妈来做囡仔的客母。等到16岁，这查甫的就会出招母姜，啊查某的就会出婆姐，意思就是囡仔已经成人啊。我们会用那个胭脂花，就是紫茉莉来做那个七娘麻灰。那七娘麻衣、七娘麻有，因为金门它保存的比较传统，也有一些在地化的因素，所以我们地区属于家庭跟我们儿女的这个节日里面，七娘亭它是有它传递的一些内涵。虽然这阵市面有真侪现成的七娘亭会使买，不过透过 DIY， 大人囡仔深入了解这项流传200年的信仰，也将家己做的七娘亭献给七娘妈，望伊会使保庇囝儿逝世，拢平安熬大汉。记者综合报道。
5年前，伫大棒棒甲有一群少年家，连结在地点头，带人过街，去踅街，去买菜，去学煮食，来帮助较弱势的人，嘛有做梦的勇气。公司台期待青春咱的梦，今日暗10点，咱做伙来去艋舺古城，咱来看这群少年人安怎做。5年前，伫艋舺有一群少年家，用行动串联在地点头，经济弱势者，带人过街，去踅街，买菜，学煮食。这个活动的意义，应该是带这个少年人去看到另外一种的生活的方式。咱叫伊叫做艋舺迎过街，是因为讲咱带大家去熟悉头家的时阵，就亲像咱带朋友去迎过街的感觉。除了家伙的活动，平常时伊嘛透过各种方式陪伴经济弱势者，用社群的支持，给因空间，嘛给因有做梦的勇气。梦想青春吗？刚刚梦想没有分年轻与否，很简单，就是你可能想要怎么生活这件事，然后想要为自己的生活做什么努力。外号合作好字的目光板工头，伊讲这是一个创造梦想的基地。假使有人的人生无细致跋落坎坷，希望有人会当甲因接掉咧。大明，你在这边哦。做迄就是用砧板做迄会使种菜的农耕箱。我未来遮认真哦，是真倒歹的，拢无出门，真正无出门。我做3个月就崩溃啊啦，生存甲陪伴，这是2个轨道。阮的目的是让大家做物件有自信，适度压力是 OK， 不过就是那标准到底在哪里？理想甲现实总是有差，也毋过梦想欠伫遮，人生的滋味、咸甜苦正嘛拢伫遮。记者综合报道。在天气报道在来关心地九号风台，你起码挖进咱台湾，伫今日透早时已经增强变作中度风台。明仔载后日2天爱特别注意，即马风台豆豆挖进咱东部，所以咱的北部、宜兰、花东风雨愈换愈明显。后日拜5才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严重的时。即马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温度。伫个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咱借问咧吼，你什么时阵要